版过2000多本书的桂冠出版社，7年前把总部从台北搬回了苗栗3湾。出版社的负责人赖阿胜深入在地，出版了许多的客家书籍，亲自走访客庄写书。他说，文化和在地是息息相关的，回乡耕耘客家文化，要让自己不再和家乡脱节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看看赖阿胜的故事。民国63年到现在，就是1974年。到现在的出版品，等于差不多40年啦。满屋子的藏书是主人赖阿胜最重要的心灵粮食。年轻时专精的西方文化思想书籍珍藏在书柜里。就从7年前开始，书柜里多了客家书籍。那一年，赖阿胜从台北返乡，整整1年的时间，和在地文化人一起走访苗栗南庄，出书记录客家宗教信仰。就是在介绍客家文化的焦点民间信仰的一本从头到尾用拍法的方式。这位客家作家也是一位文化人。1970年代，他北上打拼，创立桂冠出版社，辉煌的40年，拿下了3座金鼎奖。2007年，出版社迁回苗栗3湾，3年后，第一本客家宗教书籍出版了。长期以来，我们都不是在地人，因为我们真的是跟在地的生活、在地的文化等等都脱节了。回来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你才是真正的生活在地。不再当异乡游子，赖阿胜找回对客庄的认识，出版客家书籍的脚步从没停过，找作者也找题材。我们来看我们的大师啊。在地生活就是灵感，最习以为常的人事物，最不应该错过了。天天看见烧窑的3湾烧，就是他眼中珍贵的宝藏。这个就是饮食文化嘛，饮食文化这个是比较偏向于这个装饰文化，应该其实客家象征文化嘛。远离城市的资讯巨浪，赖阿胜说，想深入客家文化，就离不开在地。卸下当年西洋文化丛书出版王的头衔，他在家乡耕耘文化种子，为客家文化当播种者。3座金鼎奖的桂冠，傲视出版界的光谱，具足能量推升客家文化。从信仰到窑烧，从在地看天下，书柜里积累感动时刻。